歌手周杰伦人年后个月要推出着新专辑，最近这个专辑是录档本，到法国巴黎的歌剧院来录音配唱，歌迷拢真期待。天王周杰伦看到1870年的古董钢琴，随弹一段音乐，互巴黎民众听甲一直拍扑啊！今天来旧货市场，其实有一个计划，我找人，所有的歌迷都在期待啊，这是跟专辑有关系的。就当的搁伫咧巴黎街路找找古董米，这拢是为着等明年的新专辑做准备。就当的搁来到你绝对想袂到的所在录音。录音应该蛮酷的，不只是酷，我们先找适合的地方配上，好不好？我们就适合拍 MV 啊，对啊，适合拍 MV 啊。哇，超美的！要伫咧巴黎歌剧院录音配唱，嘛要挑战伫咧人真济巴黎火车头找灵感创作，互大家知影这张新专辑和老歌有关系，互迷众拢真期待。还有金曲歌王吴青峰嘛来推出新歌。邀请冰雪奇缘女主唱挪威小天后欧若拉创作合唱，甚至到挪威奥斯陆出境，两人最近嘛做伙开直播。我去挪威的时候是零下20度，就像欧若拉说的，我真的快要失去我的脚了。Really intense. And Green did so great. 青峰和周杰伦拢开真侪钱去国外翕 MV， 和歌迷拢足期待，会当去听到因的歌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